今天师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案给大家听。我们一定要爱惜所有的动物啊，每一个动物都是一个众生。佛呢，包括了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的一切众生，他都要救度。何况是现在我们明明知道有这么一条狗出现在我们眼前，我们更应该好好的来疼爱它、照顾它，这个是我们做人基本应该有的认知。清朝康熙年间，浙江省桐乡乌镇有一户人家蓄养了一只狗啊。主人发现这一只狗呢，每天晚上必定会涉水到河的南方，有一户人家去守夜了。一天，主人就很生气地责备这条狗：“我饲养你呀，而你呢，竟然为别人家守夜。明天我必定会将你卖给屠夫了。”当天晚上主人梦见狗在梦中对他说了：“我因为积欠那户人家债务，我为了还债，才每天前往去守夜。到今天为止，我还欠他13文钱。等我守夜偿完了债，我就不再渡河了。到时候必定会报答主人的大恩大德。”结果第二天早晨，主人就叫那个狗到面前来，以13文钱系在狗的颈子上面，就说了：“昨夜我梦见你对我说的话，你今天就把这些钱还了吧，这样也就可以免去涉水往返的辛苦。”这一只狗呢，似乎听懂主人的吩咐啊，衔着这个钱呢，就将钱丢掷在债主的家，以后呢，从此就不再外出守夜了。过了不久，主人出外探视女儿，深夜喝醉酒归来呀，回到家不小心掉到鱼池里面，这个狗儿啊就将主人拖上岸边，再跑回家，以头撞门来找救兵。救回了主人，又过了数个月啊，家中不慎着火，全家都熟睡啊。狗仍然以头来撞门，且不断的狂吠，全家惊醒而躲过一劫。主人因此更加的善待它。所以当人生命终了的那一刻，即使你有再多的钱财，你有再高的地位，也无法买得1分钟的生命。生命是如此可贵，当动物被抓到的时候，知道要被屠杀，那种痛苦从它的表情能看到，垂头丧气，面流眼泪啊，那种可怜的状态，与人没有什么两样啊。平常用很少的钱财就能够免除动物被杀的恐怖，能爱护动物，放它一条生路，就是为自己种下了身心安稳、免于恐惧的善的种子、善的因呢。所以我们有这个公案，可以了解到我们要善待一切的动物。他们因为前世行为思想言辞之间犯错了，没有累积到做人的资格，所以堕落下去。但是他的灵性呢，跟人是一模一样的，毫无差别的。我们应该好好的对待他们，不应该欺负、践踏他、蹂躏他，甚至于杀害他。这是非常残忍的动作，以后绝对是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生生世世他会跟在你后头，你想避也避不开，想要逃也逃不掉。所以我们人千万不要杀业。佛陀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希望这个世间没有灾难，唯独不要有杀业，自然能够太平盛世。所以我们不可以任意的去伤害动物，这一点呢，借这个因缘好好的念佛。为什么念佛？诸佛菩萨叮咛交代，再加上阎罗王也一再吩咐啊，有人在杀业的时候，你千万一定要赶紧在他旁边帮他念个佛号，它会缩短痛苦的时间，而且很容易就跳脱生死轮回。对于众生来讲，这是最大的恩德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谨记在心，好好的念佛回向给所有一切众生。感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